等，做咩？你手入邊攞嘅唔係麵粉，係炸彈，千祈唔好響有明火旁邊嘅廚房倒麵粉，除非咧你想炸咗個廚房佢。大家好，我係清遠市鄉村新聞官侯卓新，今日就同大家講講粉塵爆炸。響日常生活之中，我哋要咁樣嚟防範一啲粉塵爆炸。一，屋企入邊嘅麵粉啦、粟米粉啦、澱粉啦，等呢啲各類嘅食品粉末啊，要妥善存放，注意咧遠離火源。第二，響煮飯嗰陣時，應該盡量避免響點燃嘅灶頭旁邊製作一啲麵點，尤其要提醒呢啲小朋友不得隨意拋灑麵粉。第三咧，如果唔小心將啲麵粉啊拋灑咗出嚟，應該立即關閉所有嘅火源，並且咧迅速開窗嚟通風。第四，如果唔小心起火並且火勢尚小嘅情況下，可以用一啲濕毛巾啊、濕抹布啊、濕圍裙啊等呢啲咧，將啲火苗嚟撲滅佢。